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2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登记将近半冬，日本的天皇德仁总也伫咧今仔中昼要来举办就职的典礼。屏东咸埔仔一个某人前科累累，因为犯案受压期间已经满，又搁倒转去床头惹代志，警方当咧追查。教育部公布大学的科系增加甲减少的统计，技术学校有145个系停止招生，是有史以来上介济。观众朋友，咱大先来看屏东咸埔仔庄内一个某人，捌草大女性，前科累累，因为犯着强盗案，受压期间已经满，倒转去床头。昨昏刷起后，隔壁庄发现讲，伊踮人的门口口探头探耳，手骨搁压假尸，大家互相通知要甲伊围，结果煞互伊脱走。警方当咧加强追查。半暝村民集合，甲警方要做伙围捕一名拄出甲10天的查甫，因为伊住伫隔壁庄，煞伫暗时走来遮，向别人兜探头偷看，身躯还阁有炸刀啊。阮庄内少年仔头20个啊，警方嘛超过20-30个啊，甲侦查队啊，系啊，就阮就安尼规整一直顺啊。他有性侵、强盗、窃盗等多项前科，向民众索讨金钱。警方接获报案，即启动快打部队，由本所所长吴伯龙代班，与民众搜寻未获。但掠人失败，嫌犯逃走去，民众反应遮尔大，就是因为这名查甫有性侵、强盗等等的前科，出街以后唔敢悄悄伫咧别人家门口黑白相，还阁有诱拐妇女。就是爱坐办的，咱卖物件，走迄个刀啊，还是啥？对啊，爱是查甫，阮是查某的，所以咱真是蛮会惊。去人兜在人用的，嘿啊，你是用哪是用来的，不是用钱的。21号围捕行动以后，这名查甫无转去厝，嘛无去平常悄悄出入的工寮，警方当地扩大追查。挂口罩、戴帽啊，这种可疑的人。麻烦你，请你注意一下。村长委员就公布，爱村民注意安全，嘛希望查甫赶紧出面向警方说明，但是有误会嘛，互大家了解，以免造成惊吓。记者王家川、郭建准并报道。一个8岁查甫囡仔住伫咧台中，因为瘤仔有得着自闭症，情绪较歹讲出嘴，甲人直接有较为难。小学读到2年，就已经换3间。爸母探听到讲有一间作风较开化的学校，特别甲伊转学来遮，结果才读3礼拜，人煞颠倒有各样。日本教育基金会嘛跳出来讲，若照因咧看，学校对待这个囡仔有较适着教育的专业。摕到一大沓的资料，校方一直强调，叫因拒绝入校的小孩比无适合这间学校的实验教育。他是没有办法到学校。到教室里面班级上课的，如果可以说再安排他孩子到更好的学校去试读的话，他的成长的黄金期是更能够得到相对的帮助。老师讲，囡仔有轻度的自闭症，家长如果误解实验小学的教学方式，伫课程面顶无下到来配合团体，但是家长向台中市教育局来投诉，囡仔今年读到2年啊，已经换到第3间的小学。才读到第3礼拜，就互人拒绝继续读落，而且老师搁带到语言霸凌，对这个问题，校方是否认。在要求这位小朋友的话，小朋友他的一些他自然而然的特质的反应就会跑出来，就是有一些骂小朋友的一些话语跟一些不雅的那种吐口水的动作。对校方的讲法，日本中部办公室主任表示，伊看过影片了后，认为老师对一般学生拢无应该安尼讲话，更加是叫人鉴定出来有轻度自闭症，但是会用融入去普通班级的囡仔。囡仔行为有一部分是无友善的环境所造成，并用班级的经营来做借口。假设一个学校是有特教班，或是辅导室有特别的特殊教育的人力的时候，都是可以进入帮忙。那如果学校这边有需要的话，其实应该要跟教育局这边做密切的接洽。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已经请大学去学校了解，若是违反教师法，将会依规定来召开科技会、甲教评会处理。而小孩比嘛已经转学到另外一间新的学校。
家长嘛向教育局提出申请特教的助理，陪囡仔来读册。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细分明，伫咧台湾杀死人的香港凶犯陈同佳，因为拔掉罪伫香港食罪落狱，明仔载刑期就满咯。伊也表示要来台湾自首。法务部甲陆委会拢讲，香港人香港心理才有正办。不过香港政务司的张建宗司长说讲，台湾唔通甲简单的问题舞甲遮复杂。啊，这个淡薄人嘛袂晓像人咧讲的，是被逼自首的。伫台湾杀死女朋友的凶手陈同佳，正是经过港府表达愿意来台湾自首，引起台湾甲香港司法问题。法务部甲陆委会强调，台湾唔捌放弃管辖权，毋过呼吁港府应该先采取香港人、香港性的优先性。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22回应，要求台湾较实在，莫将问题变复杂。好政治超過司法，係自願嘅，絕對唔存在咩坊間講或者係有啲人講話被自首啊，或者係甚至乎你話係一個政治嗰個操作呢？張建宗否認外界質疑陳同佳被自首嘅講法，強調是陳同佳要求港府鬥3天來台灣自首，並指出台灣對陳同佳發出30年嘅通緝令，全世界做法攏希望趕緊抓到通緝犯，對台灣提出司法合作協議嘅前提。張建宗加重申，港府對陳同佳案件嘅司法管轄權並冇辦任何干涉。講點解佢有一個通緝犯，即係台灣方面係竟然係唔收咧？呢個係匪夷所思嘅，亦都係可以講係即係令人費解嘅。張建宗表示，台灣接受陳同佳是小事，唔應該去變做國際大事。呼籲台灣莫用政治考量超過法治。按那陳同佳將要出家，是唔是來台灣到案嘛引起關心？記者綜合報道。早起，行政院蘇貞昌院長針對香港要將嫌疑犯送來台灣這站，強調講咱若有影神起來，別你來香港話要送百姓去中國就合理咯。這分明就是咧甲咱拔旗骨。啊，頂日啊，引進香港本身一個有北京政治協商委員的身份的牧師，去拜會徐國勇部長的國策顧問黃成國。今仔日伊嘛講，家己有影唔知影對方有中國官員的身份。香港凶嫌陳同佳第23就要出假，願意來台灣投案，但是率予政府監管，引發政府放棄司法主權的批評。對這點，行政院長蘇貞昌在國會質詢的時，在咧受訪問甲質詢，攏閣再度表態，香港應該進行審判甲追訴，莫互同犯走來台灣，暗時要來做身體檢查。院長，你有講哦，你講這個非常的詭異啦哈，台灣絕對不會陷入大陸的圈套。過去攏一再甲講來司法互助資料互換，但伊攏不理不睬，啊，才會突然間啊，即擺用變起來講，伊要甲放出來，啊，要互伊割地來。當然後面有中國，同時企圖用送來台灣合理化它的送中條例，我們不會上當，但是我們還是希望香港政府能夠回應香港民意的要求，對於反送中條例好好處理，不要借這個案政治操作。謝謝。被逼出進前，捌帶北京政協香港聖公會牧師關浩明拜會內政部長徐國勇的總統府國策顧問黃成國，第2日親身出面陪會，講若是知影講有政協的身份，都未見面，更加未應戰。會面的過程，關浩明確實有講到陳同佳投案的代志，但是徐國勇並無給予任何承諾。很明確的表示說，這個部分還是希望說由有關部門跟香港政府直接談。我有知道說他是那個政協的身份，我都不會跟他見面，不要說部長。他說進來就要抓，問題是陸委會跟這個移民署，他不給他進來啊，不給他簽證啊，所以這個叫睜眼說瞎話。在野黨批評民進黨政府政治凌駕司法，講的話顛倒是非，嘛批評黃成國是中共代理人。黃成國強調，對這個批評伊承擔袂起，嘛無奈表示，關浩明是內心希望咱鬥3天，想袂到伊的政協背景，所引起這麼大的風波。記者綜合報道。針對香港陳同佳這條案，台北市國民體市長早起是講，人要來投案，你唔予人來，看無民進黨是咧變相出頭。啊，伊也講選舉若到，大家都抓狂起笑，規個國家亂糟糟。
港路命案的嫌犯陈东家，想要来台湾投案，蔡政府拍算故作入境，佮讲港府是政治操作，恐惊会互台湾建立一种空格，引发议论。台北市长郭文哲讲，选举到啊，看无民进党在创啥物。我是看无啦，我讲，迄人要来投案，你也不来，我看无民进党就变起来放，我觉得。国民党就是批民进党不想要接受他，就是想要继续操作反送中的话题。那不操作很可惜啊，还是那个人要来投案，你就好投案，你我是看无叫你比起来放，这有时候常常是这选举到哦，大家牙光起笑，你知道吗？郭文哲提英国人连去因的案件，认为政府态度应该同款，并对刑案应该安怎办就安怎办，佮希望选举较早结束，无怪国家变做乱糟糟。安那郭文哲甲韩国瑜这几天互相口舌对方，上海幕僚蔡壁如甲王千秋嘛互相针对，互官行互相批评，嘛变做选举焦点。我跟韩国也不会什么互来，我只是讲话太实在而已嘛。我不会啦，他也不会太会讲我坏话。民众党并区协甲不分区立委释出，郭文哲是党主席要抢关进党票，安我看到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要直接拿赢不分区的安全名单，敢若是早都有话想要讲。唉，好了，好，这样，我讲哦，这，好了，不要，我不可以，我要忍住，我不可以讲。安那郭文哲的幕僚蔡壁如伫节目讲，若是EQ满分是5分，郭文哲敢有2分。郭文哲讲，家己是外科医生出来的，面对生甲死，敢是目一年，本来就无啥物 EQ。记者综合报道。蔡英文总统顶礼拜才去彰化埔盐和社头行庙，今日又搁过去到田中、园林和大川，唔但去行香，搁对乡亲讲起拼经济甲减税金，拢也已经真有进展。尤其去到彰化，伊也提出农业政策，要互乡亲知甲讲，伊会认真甲拍拼。这届6天，总统蔡英文22号再次南下彰化，这届第一站要到田中镇的乾德宫来参拜。不过总统人还未到，就民众到现场抗议。民进党下台，蔡英文下台。因为警方事情已经掌握证据，并无互抗议民众挖进会场，而且伫咧蔡英文到进前，抗议民众就已经先离开。总统蔡英文差不多伫咧透早10点半到乾德宫来参拜，支持者一透早就来排队，想要甲总统来握手。因为彰化是农业的大县，蔡英文伫咧致辞的时阵，也佮特别讲到伊任内的农业政策。蔡总统，我爱你。这几天有一个大消息，对咱的农民来讲，一个大消息，就是咱即摆芭乐会使销去美国啊呢，吼，迄是阮2009年就要做的代志，一直做袂成，蔡英文政府甲做好成啊。咱甲美国讲好，即摆台湾的芭乐会使销去美国，大家讲好啊嘛。除了农业政策，蔡英文嘛讲到，伊伫咧长照，也有照顾囡仔政策的预算，拢大幅提升。经济成长也有减税等政策，除了要抢家己的总统选票，也要帮党内立委参选人有关声势。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咱来看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早起去到嘉义水上顺受上天宫来拜水上妈，伊也掠水上的铁路高架化这站台，讲政治人物唔通干那一直想要来权，都要效法妈祖婆的精神，创造美好的台湾。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车队一到，支持的民众就随起哩欢迎。韩国瑜来到嘉义县水上的上天宫参拜，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嘛陪同作势。同时嘛表达中央对嘉义水上铁路高架规划的无公平。嘉义的铁路高架，哪有迄个道理讲啊做民调，水上唔做，安尼咱水上甲海区的乡亲，敢是义正国民，敢是唔是？韩国瑜致辞的时阵表示，会来认真思考水上乡铁路高架的问题，而且嘛讲政治人物的心中应该爱思考会用替老百姓做啥物代志。这几年台湾人民过了太辛苦啊，在地爱团结，才会当改变目前的状况。政府的目的到底存在的价值体现，政府就是一心一意要为人民来发电。我们未来政治人物从2020年之后一定要改变，我们要以人民为本，不是以权力为本。韩国瑜特别提到上天宫内默不尊敬的牌匾来做比喻，这出自台湾书法第一之称的林朝英，目前敢若只剩4地。韩国瑜表示，政治人物爱以人民为本，不是以权力为本，爱想会用替老百姓做啥物。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绿营和蓝军近来拢咧无用不分区的立委提名，
民进党这边因为互媒体报道讲，卡着炒股票搬钱这款案件的苏振清，明仔载亲身去党中央的廉政委员会说明。国民党这方面，吴敦义主席拍算是会排入去不分区较头前安全当选的名单内底。2020的大选就伫要到啊，不分区立委提名能力拢真拼死伫准备。国民党组发会已经把作业办法送到10月23的中常会来讨论。传出讲主席吴敦义确定会入去不分区的安全名单内底，毋过到底会排第几名？吴敦义面对提名是笑甲真欢喜，敢若好人排第一。反正不会是排第一就对了，安尼就对了。那第7名觉得怎么样？你是喜欢007电影？假设吴主席愿意进来不分区，我们乐观其成。根据了解，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查面中确定得到不分区的连任提名，全国农田水利会长林文水嘛排入去名单，那也避战。毋过立业不分区提名所出现风波，为着不分区的顺位甲党中央对呛的立委苏振清，虽然讲态度柔软，表示讲尊重党内的提名机制，毋过家己涉及成美在集团的变空案，民进党的廉政委员会会伫拜三来甲伊约谈。关于苏振清的这个案子，所以有同仁提说要去处理那个行政委员会嘛，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照党的机制来走。那没有意外的话，可能就是明天来召开。苏振清拜三会亲身来说明，才搁互廉政委员会确定讲敢是立案调查。即马无分区提名引起立业派系来对写，名单目前还未出来，预计10月底会举办中执会来讨论。党主席杜英台日伊表示，共识会讨论出来，会伫适当的时间做出上好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登记到当将近半冬，日本的天皇德仁总也伫咧今仔日中昼要来举办就职的典礼，包含皇亲国戚，各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拢有出席观礼。另外，中国国家的副主席王岐山、英国的查理王子，各有缅甸的昂山素季等等，计共190个贵宾，拢会亲身到地去祝贺。德仁天皇今仔日就职典礼。照目前日本的制度，只有查甫的皇亲传落来的后生，才会当继承皇位。不过，当有民调统计讲，日本已经有7成人拢赞成女性嘛会当坐天皇的位。2006年，文年阿宝生幼年，日本皇室总算拍破40年无生男性的爱欲剧变。毋过，拄接任的德仁天皇并无后生，有爱子公主一个人，是毋是要改变现在制度，和女性或者是女性皇族后代买当继承，是日本困扰真侪年问题。按照现在皇室典范，德仁第一顺位继承人是文仁，第二顺位就是幼仁。今年13岁幼仁，未来是毋是有继承人，责任就特别大。被未婚幼仁对爸母出访不单，伊的所有行为拢受到大家关心。自分が将来天皇になるっていう幼い頃から、将来は即位する立場で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を自覚してもらわなきゃならないですね。だからそこで国民の期待感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を受け止める肌身で感じ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教育が必要なんですね。根据日本的民调，有7成民众赞成由女性或者是女性皇族后代来继承皇位，安尼包括爱子公主甲幼仁的2个阿姊，拢是继承的人选。女系の、天皇を容認するべく、皇室典範を改正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それだけ一挙に安定性高まりますからね。这几年来，日本各界拢在检讨皇位继承制度。不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反对女性天皇，却看作改变制度的一大阻碍。未来情势会安怎发展，各未就会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泰国的国王3个月前才册封一个女性的军人许妮娜王妃的身份，结果王室伫咧昨雄雄宣布讲撤销伊王妃这个身份。公告指出，这就是因为许妮娜王妃和王后肖争权，所以唔但取消伊的身份，更有取消伊一切的军衔。笑嗨嗨坐伫泰王瓦吉拉龙宫的身躯边，穿婚纱的时阵又搁真有班。伊是斯尼娜，泰王7月封伊做王妃，创下君主立宪以来第一摆6岁纪录。不过时间才过3个月，伊王妃名号都向提掉，所有军衔嘛拢向撤销。
ประกาศเรื่องให้ข้าราชการในพระองค์ฝ่ายทหารพ้นจากตำแหน่งถอดฐานันดรศักดิ์และยศทหารเจ้าคุณพระสิรินาถมิได้มีความสำนึกในพระมหากรุณาธิคุณและประพฤติตนให้เหมาะสมกับตำแหน่งอีกทั้งยังไม่พอใจในตำแหน่งที่ได้รับพระราชทานยังกระทำการทุกประการที่จะเทียบเท่า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นางเจ้าพระบรมราชินีไม่มี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ในขนบธรรมเนียมประเพณีอันดีงามของราชสำนัก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กระด้างกระเดื่องต่อพระบาท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อยู่หัวและ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นางเจ้าพระบรมราชินี这份公告由太王签名，内容讲到斯尼娜行政办法要做王后，佮用国王的名义乌白乱来，才提掉叶头函。34岁斯尼娜伫北部南府出世，原本是飞行员，有效用头函。太王册封的时阵办了真盛大，后来佮公布两个人做伙时阵相片，引发不少话题。想袂到3个月了后，斯尼娜同为政权失去王妃名誉。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教育部公布今年度大学的科系甲研究所增加佮有减少的统计。明年一般的大学加设97个系，也有59个系停止招生，佮有48个科系撤销。总是技术学院这方面有145个系停止招生，也是有史以来上介济一年。考虑到学校整体的发展，大家大学当年拢会当甲教育部申请调整系组。教育部上新的统计指出。109学年度，一般大学加97个系组，调整48系组，停招59系组，裁掉48系组。2000外系组学程内底，停招甲裁掉的比例是3.79%。基职校院停招系组145案，是这几年来上济。教育部强调，系所停招也是裁掉，拢有过渡期。跟学生跟老师沟通，我才会函报到教育部里边来做申请。它比较是因为学校的整体规划去做一个通盘的检讨，去做一个调整。用私立中华大学来讲，有系组伫7-8年前就停招，在学生已经全部拢毕业，所以提出要裁掉。考虑到未来找头路的能力，停招公设顶在一个系组，新开景观建筑甲观光，佮有会展活动等等的系组。校长刘维基认为，少简化是事实。私立大学爱找出特色，才会当继续经营落去。我们学校做的调整，我们所有老师全部留下。那我们借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分数比可以下降，人们可以跟公立学校竞争嘛。由少简化上明显是冲击到偏远的私立基职校院。有私立科大校长建议讲，公私立科大应该爱共步减少。教育部是回应，会按名额调减规定，公私校拢总适用。加上公私立招生的名额比例也各有差，目前暂时无考虑。记者综合报道。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公布2019年台湾小卖店头减用塑胶制品的统计，9间参加比评的企业内底，分数上好的是全联。总是按绿色和平的标准来看，分数要摕了悬。唔那讲着爱减用塑胶制品，嘛搁着爱减少免洗用品，搁着兼顾企业创新、资讯透明这个条件，有影是无介简单。到超商啉一杯咖啡、买便当，或者是去大卖场买熟食，或者是生的食品，常常看到一介性塑胶的包装甲物品。为着要检视台湾小卖通路企业减塑的表现，绿色和平替9大企业来拍分数，离减塑政策、减量行动、创意甲创新、资讯透明4大面向，总分100分。结果上悬的是全联得到22.7分，上低是美联社了1.1分。没有一间超市它可以得到一个合格这样子的表现。对于这样子的结果，绿色和平其实是感到相当忧心，在台湾整体的减塑上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拍分数的比例，绿色和平表示是参考欧美办公室的标准。而英国正认真咧推动减塑的冰岛超市，而因的评比当中嘛无达到入格的60分。这项评比显示，若企业积极减塑，但若是以其他的材质来取代，不管是纸或者是生物会当分解的塑胶 PLA， 嘛真歹得到高分，因为无减少一届性用品的用量。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是非常短期，非常。他们应该是可以再做出更多可重复使用的这样子的替代方案。加侪一届性的包装是为着食品卫生，免全减量卖用，搁来兼顾着食品的安全，并不简单。绿色和平呼吁企业设法为供应链来调整。企业是如何看待这项评比？到中昼为止，也要得到企业的回应。记者林俊明单撇如台北报道。来看云林一名姓颜的某人，
假意要买人的鱼货甲农产品，才趁乌鱼子、干贝、蒜头这款较好价的货，拢搬上车的时，规台做一摆驶行，头尾拍算已经骗去40组了。近来云林县虎尾分局的警员看监视器去认到伊，顶日已经将伊抓起来治罪。今年9月份期间，带云林土库44岁烟姓男子来到市东乡向农民来买蒜头，但伊将蒜头放上车后，发现到农民无注意，就直接将车开走。这名烟姓的男子唔来偷摘蒜头，嘛以同款的手法，专紧高价农渔产品落手，搁以半价以下来转卖。他是窃取了一些南北的杂货，还有一些海鲜比较单价比较高的比较容易脱手的这个产品。我们初步有乌鱼子还有鱼翅跟那个干贝，那另外龙虾还有一些虾子。虎尾分局侦查队长李志文表示，当初看到监视器画面，发现这名男子和4年前含仔诈骗过云林开会乌鱼子案的嫌犯真相像，后来报请云林地检署侦办，发现这名烟姓男子专台走透透，等到18号等来到云林时，将伊抓起来。检警呢，在今年的10月18号呢，掌握到被告的行踪之后呢，就将被告拘提到案。那在今年的10月19号呢，经检察官以被告有逃亡之余，还有反复的窃盗的这样的情形呢，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云林地检署表示，经了解，烟姓男子以假买卖、真头客的手法，专门选定高经济价值的农渔产品，成功买来买。后来取得上价信任，趁着看盘将货品再造选出来，超过40件。警方嘛呼吁，若是有其他的被害人，会当主动向虎尾分局侦查队来报案。记者为你报道。来看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和台北市前任的都市发展局的林周明局长一家人，所成立的基础正义改革联盟，早起去拜访3大工商团体，佮放剪贴要求公开来论厝价接管的问题。其中，全国商业总会就回答讲，若是会面谈论者，因嘛有意向，决定是未提示。再麻烦您帮我转交给理事长。好，谢谢你。好，打扰了。好，不好意思哦，因为长官都到卖了去开理事会。基础正义改革联盟发起人之一的立委黄国昌代表联盟递交邀请对谈，基础正义的邀请函，按过3大商会理事长都好无伫，工作人员代替收邀请函。联盟表示，为了基础正义诉求，为今开始发起具体行动。第一步希望甲工商团体对话。我们来这边是非常诚心的邀请赖正一先生，针对他所提出来的观点，针对他所主张，政府甚至应该要鼓励、要开放中资、外资来台炒作房地产，到底是要发展台湾的经济，还是要进一步让我们的年轻人陷入水深火热当中？联盟毛白酒职工代表赖成湾今年43岁稳成是讲，目前是1个月15000块左右在租厝，因为6、7年前就想要买厝，但我考虑收入开始无法度负担。因为我现在在开车，那我以我的现在的薪资收入是让我觉得真的买不起，而且压力很大。政府也拨了很早的预算，就会在做这一块的哈。我觉得政府应该多拨一些预算来做这些事情，好让他们能够住得起、买得起。全国商业总会回应销量买厝困难，应该由政府制定政策来协助，亲像8个1层来规划公体。商总愿意甲基础正义联盟对话，对相关政策建言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研究出来，全亚洲头一只无司机的自动驾驶车，今日正式开上路试走。因为结合 AI 人工智慧，佮有感应控制系统，这只车才有法度设计甲这么准，会当真正驶出门。未来一当，这只自动驾驶车会伫咧无交通管制的车路顶试行，通好收集大批的资料起来运用。前面有一些行人走在我们的路径上，那我们这辆车会根据及时的去做反应。当着有当要行过，车会当自动放方向盘闪避，这就是全国家己研发，嘛是头一台会当真正上路的自动驾驶车。除了会当自动闪避障碍物之外，若当着紧急状况，像讲有脚踏车向用撞出来，也是当着有人超车，伊拢会当做出即时的反应，减速慢行。欧美国家的交通状况没有我们台湾来的复杂。
它没有这么多的脚踏车、行人、摩托车在跟汽车同样一个道路上争道，也很少在路边违规停车啦这些暂停的这个状况。所以呢，我们这里的开发的技术呢，我相信这个在国际上是非常的独一无二的。计划团队指出，台湾的道路状况真复杂，所以22个公开场合道路测试，验证各种地形、路段、场合和天气的稳健度。若是去好这款的环境，有可能将台湾的自动驾驶车技术甲国际一流大厂互相比拼，甚至讲会当拼过，为台湾的科技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商机。亚洲有很多国家，它的车流状况其实跟台湾比较像，所以我想这个对于我们的不管是自驾车产业或者是汽车产业，要把这个技术推广到尤其是亚洲的其他国家，我想是非常具有优越性。持续和我们在地的产官学研一起来合作，我们希望让台湾这些重要的科技产业继续在世界发光发亮。为着安全设想，自驾车上路嘛是必须要有人坐伫咧驾驶座，以免意外状况发生。未来自驾车的车身会有警示标志，并且保持40公里的限速，维持试行的安全性。记者综合报道。囡仔人若讲到注射，加减拢会惊。不过高雄台东病院的小儿科将注射间改变做囡仔的佚佗物仔间，搁再配合专门的注射台，甲较快找到血筋的辅助器材，注射的时间就加真短。一年当安尼运作落来，有影互真侪囡仔人较毋惊注射，做人父母的嘛加真安心。便若看到护理人员摕射针，囡仔人就会开始哭。家长甲2个护理师做伙斗相共，拢无一定会当成功。为着要让囡仔感觉讲注射无遐尼恐怖，医护人员甲注射室设计做趣味的乐园，囡仔人入去内底了后，会当先体验投篮球、钓鱼，互血更放轻松。所落来坐起哩真侪佚佗米的注射台面顶，护理师伫另外一边来甲因注射。囡仔人去互佚佗米射过去，就会当顺利来注射。就算讲是要替红婴仔注射，嘛用吊伫天顶的佚佗米来甲因射，互过程会当更较顺利。1年实行下来，我们小朋友的成功率6岁以下都是大幅的提升，现在可以提升到大约70%左右的成功率，那有高于全球的平均数字是大约60%左右。病院统计，过去要替囡仔人来注射，囡仔哭的时间平均要34分钟，使用囡仔注射台了后，哭的时间就降到5分钟，而且6岁以下一射就成功的几率，嘛比全世界统计数字更较悬。不过，这个设计感受上深的绝对是家长。有妈妈就讲，这个注射台真正是减轻伊真侪压力。另外一边，你知道是做什么吗？打针。那你现在玩游戏会害怕吗？不会，因为可以玩这个。他只会觉得那凉凉，他要讲，但是他没有很抗拒，也不用说要去压他，因为他之前打针是需要压他。病院表示，囡仔专门使用的注射台，还有另外一项会当轻松甲囡仔找到血管的注射护具护膜固定器，拢是病院内底家己发明的，目前已经伫申请专利。若是囡仔注射台，目前伫儿童病房来使用，未来嘛推送去门诊来注射，互囡仔袂阁感觉注射是足恐怖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顶真拼命声，第7届世界做胖的比赛，10月21日咧法国开幕。台湾的代表团已经连续2届摕到冠军，今年阁是有赢过捌伫欧洲摕到大奖的做胖师傅王平杰带团，游园真有希望。虽然咱的选手制服顶头无法度印国旗，不过也是有真侪侨胞拢专工压旗去助阵，望讲台湾的代表团会当连续第3档继续请赢。2015甲2017的世界面包大赛，台湾代表团拢摕到冠军，而且今年2019世界面包大赛10月21日法国兰德开始，是王平杰教练来带团，带领尤东文甲柯玉新2个师傅代表台湾来参加比赛。用原住民传统的木油甲花草来配台湾国球棒球的设计，这就是这届台湾代表团所做出来的艺术面包。希望讲会当今年的棒球阿金赛同款摕到冠军。甲过去几落届台湾的国旗会当伫场顶无同，今年台湾队向去用通知，因为中国真侪届向大会来抗议，主办单位为着要让比赛顺利来进行，禁止选手扎国旗出来。不过侨民团体知影了后，随扎国旗来现场替台湾的选手来加油。选手表示，安尼就感觉袂束缚。闭幕甲颁奖典礼会伫台湾时间22日暗时11点半来举办，到时阵希望讲台湾的选手会当得到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举办的台湾设计展，主要的展览场是用超级市场当作主题，将2000平的仓库变作设计超市，
啊，超市内底咧三个买菜车，阁是请到布袋戏舞台车的专家来制作。咱做伙来看一层过一层，真奇巧的设计。一台搁一台车，毋是互人塞伫涂骹行，是家己伫咧空中咧走。暂时普通的超市，则是台湾设计展的主展场设计超市。由布袋戏老师傅向龙恒团长吴英兴发挥伊设计戏台专长，为传统下到现代设计，以克服技术的困难，完成分销推车这项任务。我本身咧做布袋，甲这布袋先工，因为我有那布袋车，我有申请专业舞台。推车动的原因就是利用轨道上电梯轨道。轨道去通个非常平，这个莫大会当去接触轨道使用的电。开业展览场500公尺的轨道顶悬，总共有53台车，其中15台有装莫大，都亲像是火车头同款，带动后壁的车向前行。吴英兴讲，伊当初接这项工课，敢若有一个条件，就是布袋戏有演出的时阵，伊就要先来演布袋戏，无法度一直站咧现场。也毋过，伊总是会找出时间，无论是早起也是暗暝，定来到分销推车现场来顺顺看看咧。上我也是设计出来，互咱遮的民众大家来做伙来看这电视，大家欢喜，咱也是欢喜。吴英兴表示，这边用传统艺术表演舞台基础来设计分销推车，伊感觉真有成就感。这边的台湾设计展，因为有台湾各领域专家的参与，甲台湾的精神放入来去现代设计，表现出特殊的文化景观。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风送头，便啊东北风咧头的祭开，花莲县靠我河川地这的乡镇，营业就拢袂掂。尤其是秀林乡上较严重，毋但互民众的生活真不便，甚至佫影响到学生囡仔上课。花莲县政府已经有发出12000个催案，嘛派出泉水车，望讲影响看会当较减轻呗。每年10月到过当年的3月是华东地区东北季风上强的时阵，这个时阵若是好层大数，东北季风就较会去营业。这款情形伫花莲秀林乡的立木溪甲吉安乡的花莲溪出海口上严重，甚至讲影响到学生囡仔上课外体育课。呼吸会不顺畅，然后又会引发气喘等情况。哦，那么严重啊！所以你一直都在戴口罩吗？看情况啊。室外的一些课程，没有办法上的就会马上暂停，回到室内去上。为着要抗击营业对民众的伤害，花莲县政府发12000多个催案，互秀林乡、新城乡的民众甲学校，各项民间企业合作，派泉水车泉水降营业。口罩发送到秀林国中、国小还有富士国小的学生，保护我们这个学生还有当地居民的一个身体健康的安全。东北季风好发的期间，大概通常是1天到2天左右，然后我们一天洒水通常都会上午、下午各2次这样。花莲县政府强调，目前已经伫咧开营业的河川地是做平田的水河工法，加上疏浚工停了后，会当大大减少风飞沙的情形。这段时间，敢会当随时监控东北季风预报，用水暗甲泉水降低营业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实在讲，台湾的艺术真好，国情每讲谈遮，解说2句话，互观众朋友来参考，我嘛真欢喜。看到东北风营业遮尔啊透。咱也想着讲，确实每一个月台湾拢有迄个俗语话：正月正，请囝婿入大厅；2月2，台地公下土地。讲啊讲来到9月9，营业遮尔透，加再讲，原来9月9，风吹满天好。有影啦，有影有真侪人趁这个节气咧放风吹，因为风头毋才有才调放风吹，都有一好就无2好，可见讲。环境的保护，唔通干那靠你，唔通干那靠我，大家都要讲究，爱做伙来重视。尤其即阵啊，天气变了愈凉冷，咱平常时啊，伫咧看，若甲讲过中秋过，有影真侪鱼仔都爱摕出来炒咯。毋则有一句俗语话，讲年惊中秋，月惊19。目一个年，连9月19都过啊，可见讲一年一年当安尼咧过，明年啊过年又要到位咯。以早台湾人敢无讲过年较简单，过日较为难。本地伫咧年初，咱满腹的希望，满腹的理想。讲今年我定着要拼，有影拼无？毋免问别人，天知地知，咱心肝内上界知。
月行19，连9月19都过了，未来还佫即个2-3个月，今年度计划，咱都要一步一步打好落去实行。虽然讲渐渐变了较凉冷，毋过气候的转变，原来互咱感觉较安慰的所在。因为英国老辈佫一句俗语话，这咧讲传统社会观察到的气象，讲霜降，佫2天就要霜降，霜降风台会走去插。讲到即句话，无定观众朋友你嘛想讲啊哪有影？但即马太平洋海面佫有风台咧，啊都英国人无照理，即马天就无照教治你。毋过总是风台机会愈来愈少，天气变了较凉冷，咱叶仔摕出来穿，咱可能就要想一个较长咧。因为还佫有真侪人为着前途咧拍拼，还佫有真侪人一年当过去考虑的计划，做到即当阵已经秋天咯。做会十层无，心肝内嘛也毋知。霜降秋日晴，气候转凉冷，沧桑的游子情，今日的改文说理，搁正讲一个较无相像咧。嘛望讲，所有每一个观众朋友，咱拢会当振作，拢会当将佫要拼的代志继续坚持落去。是讲有真侪代志，毋是咱家己会当吹牌呢。大环境改变。有当着啊，英国趁会到的钱，未来趁袂到，这嘛未必然。原因无别项，就是爱靠咱家己，搁再加倍，搁再坚持甲拍拼。咱来讲日本的秃头鲨鱼，咱这掠鱼的渔民讲做鯰鱼啊，这款鱼材，逐一年4-5月啊，伫咧台湾东部的溪水落海的所在上介济。啊嘛，因为介绍好，一台斤收到500块，都袂少渔民早就传要去当。结果，台东县政府发觉讲，鯰鱼的数量当时已经减袂少，就公告太麻里溪和金轮溪这2位每年的产期禁猎。当然，该赚的钱都赚袂到，嘛引起众人议论纷纷。当年若到4-5月份的暗时，常常会当看到南回线、沿线出海口的那像夜车共款，真侪人来遮掠日本秃头鲨鱼，也就是人讲的鯰鱼仔的鱼材。有的人运气好，一暗会当获到30多公斤，会当卖1万多块。啊，毋过台东县政府这几年的观察，甲有民众反映，日本回象鱼伫咧太麻溪甲金轮溪减真济，需要采取保护措施。县政府公告，这2条溪都明年开始，当年的4-5月份禁止来掠。状况没有改善的话，我们明年开始的话，我们大概每年大概就按照这种方式。台东县政府伫103年到105年的3年之间，嘛捌公告南回专线溪流的出海口禁止来掠日本秃头鲨鱼的鱼材。啊，毋过即个敢若公告金轮溪甲太麻溪2条溪禁止来掠，引起当地居民感觉讲县政府无溯及调查就来公告，真正无啥透动。太随便了，对啊，应该不是这样吧？还是要回到有一些专业的团队进行更深度的了解。环保团体嘛认为，这有可能会造成其他溪流日本秃头鲨鱼生存的压力。捕日本秃头鲨的渔民会整个移到大竹高溪跟大武溪去，所以这个也会对其他那2条溪流形成非常大的压力。环保团体嘛希望讲县政府会当严格来执法。台东县政府是表示，这项禁止来掠日本秃头鲨鱼鱼材措施，农委会已经核定，违法用各种工具来掠，若无会罚款3万至15万。啊，若是其他的溪港要禁止来掠，县政府阁来甲其他的地方人士，啊，阁有相关的保育团体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金门古宁头的建书70档，古宁头的建书馆嘛举办纪念的展览，佮特别邀请建书馆内底100大把的油画。建笔精笔的原作者画家赖武雄，佮有复原700度的修理师傅过工送，专工要替参观的人客解说700画内涵。这张画也30多年，30多年，他最近他修复好了以后，就焕然一新，叫做妙手回春。画家赖武雄讲起，伫民国73年金门古宁头建书馆成立之前，伊接受国防部委托创作100长8公尺、宽2公尺，描写伫战争之前国军伫金门海湾的沙部队，啊，并搁踏沙包、乌狗啊，准备战争正紧张的气氛。我现在77岁，当时奉令来画这个的时候才42岁，我一生大概也不可能再画这么大的画。81年，100画已经有35年的历史。这几年来，官方嘛邀请专家来进行修复。修复师过工送讲，100正笔精笔的油画，因为伤过大把，所以只会当现场来处理。当初使用的是正康画布，原料等等先天的条件真好，
100位只有淡薄垃圾、生果、垃圾，所以修复的重点是清洁。用小格子一块一块的去把它清干净。那不管是灰尘，不管是霉菌，还有一些白雾现象，我们就透过慢慢的清洗。那有一些是用到药水，以一张画的保存来讲，这个都可以超过100-200年的保存岁月。画家真感动讲哦，即马看起来跟那像当初打画好同款，伊嘛望讲这版画会使继续传染游客。登去到民国38年，迄场牺牲真济阿兵哥，也毋过咱取得胜利，保障金门，嘛奠定台海70年和平的关键正义。记者综合报道。云林乌来有一大社区，邀请原中国中美术班的学生囡仔，摕鼎册、摕石头，甚至阁牙蒂，摕遮要画图呢，来画社区的壁道，画出来农村的景致，和一般的油画也真无相像。咱做伙来欣赏看卖。提鲁仔伫围墙面顶愈来愈去，这个云林原中国中的学生，毋是咧洗壁，因是咧画图。这和一般的彩绘围墙啊，用油漆测试的方法无同。学生用铁路啊、石头，甚至是纸，才无共款的工具，甲围墙啊表面原本的乌色滤掉，这幅画都豆豆啊铺出来啊。这种比较不会掉漆，然后也比较环保，比较不用用那么多彩色颜料。会比较困难吗？有比较困难，因为常常在刷的时候，灰尘会飘进眼睛里面。其实真的很费力，就是你要刷的越白，它会看起来越清楚明显。然后所以其实昨天孩子们都很努力。这顶美术班的学生常常咧画图，进前慢慢到其他的社区来斗美化。也毋过摕炉仔来画图，这个是头一摆。乌仔来社区的居民看到原本乌麻麻的围墙啊，变做一幅长长的图，因拢表示讲，这阵学生有影真厉害。真厉害啦！真厉害，足厉害，足够的，无简单啦。因彩绘有一个缺点，3年5年了后，伊会脱落。所以阮就是想讲吼，咱若用点青啊，甲用铁面啊，甲面的吼，是毋是安尼画一个物件出来？这幅图面顶有古水的鸟鸣啊，有农村的风景。社区和学校做伙合作，为地方打造独一无二的景观。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一个遮拄案专门咧研究烘托的台大昆虫系出业的少年老师，伊甲饲烘托经验，含家己细汉时过头活动的往事写做一本书。伊嘛去甲钓湾的庄头遐个囡仔熟悉烘托，各有自然的生态，鼓励遮个学生都要勇敢追求家己的梦想。摕出家己所饲的蛇，在座的囡仔兄囡仔姐是痛家，挂好号做烘托老师的吴信哲，永存捌到过 ADHD， 较无法度专心。成长的过程毋是讲介顺遂，不过靠着热情也够坚持，伊创立烘托老师这个真特别的职业，世界和无共背景的小朋友分享伊和烘托斗阵生活的自然智慧。自己很棒的地方，然后其他人可以多了解，就是过动孩子的特质，主流的框架之外的孩子也都可以被看见他们的优点。自然界每一个生命拢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这就甲囡仔的生命同款，每一个生命就那亲像是无共色水的花蕊。小朋友为吴信哲的分享，看到伊严严的生命力。他以前是过动儿，常常被老师骂他是不专心的人，可是他没有放弃梦想，他是继续朝着梦想前进。其实近距离观看这些小动物、小昆虫，其实会发现它们有很多可爱的地方。这节烘托老师的课，然后小朋友体会照顾烘托所需要付出的爱，更加鼓励这阵小生命，在咧将来爱勇敢开出属于家己特别的花蕊。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加拿大国会选举，10月2日开始投票，由现任的总理杜鲁多带头的自由党和对手保守党咧拼国会的多数。因为杜鲁多连续逼出有替人出面讲法律的案件，阁有少年的时甲面插乌，袂输咧艺术关注民才会歹代，嘛致使执政党这边的选情特别暗斗。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去到投票所简单登记了后，投下新成的一票。加拿大2日举行国会大选，2700万合格选民会决定杜鲁道是毋是会连任。伫选前民调预测，由杜鲁道领导的自由党和谢尔所领导的保守党两党实力相当，但是实处真有可能拢袂过半，选情真紧张。
拄拄到第2015年的大选当中，得到压倒性的胜利，执政初期嘛得到民众热烈的支持。不过今年年初，伊和一工程公司拉瓦人的司法官司丑闻，政治光权消退的时阵，顶个月佫逼出伊少年的时阵，破获民众办参加主题 party 的相片，引发种族歧视的风暴。Responsibility for my actions, and I commit to Canadians to be a better ally in fighting discrimination and racism every single day. 为着要抢救选情，拄拄到伫造势形庭的时阵，对保守党开炮，批评谢尔要删减对抗全球暖化的支出，主打进步政府的形象，佮提出政策有吧，承诺降低不利悬的手机费，并且针对中产阶级减税。A re-elected Liberal government will make sure the middle class and those working hard to join it have more money, tax-free. Under our plan, middle-class Canadians won't pay taxes on the first $15,000 of income they earn.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上新的出口民调，拄拄到的自由党下掉赢，但是席次无法度过半，有了会造成少数政府。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咱有报讲，巴西国内热带树林 Everon 的火烧拍也袂花，结果即马煞佫逼出讲，巴西东北边的沿海海面。自9月初就开始一直铺乌油，结果到今也无法度查出污染的源头。加在有上万的大店遮的民众看袂做得，家己撩落去拼。目前已经呼起超过600栋的石油起来了。民众伫手路啊摕烟笔，伫咧海沙堡乌高高的乌色路高霾。巴西伫8月底发生大规模的漏油事件，9月初2开始，这乌油开始出现伫沿海地区。经过检验了后，证实是石油原油，因为石油无法度互水扬起，真歹拼掉。到目前，污染的范围已经下过巴西东北部9个州，长度有3000公里的海岸线，包括超过200个海沙堡，佫造成不少海龟和海鸟死亡。Tem os turistas que quer atendimento bom, que quer ver a praia bonita, como é conhecida como Caribe brasileiro. 当局虽然已经展开调查，却无法度查明污染的来源。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伫初8表示，这有可能是某一个国家的犯罪活动，但是无指出是倒一个国家。巴西环境部长是讲，真有可能是委内瑞拉的准漏油所造成，但是委内瑞拉政府已经否认这项指控。Não existe outra definição. É inacreditável a inassistência do Estado em todos os âmbitos, tanto municipal quanto estadual quanto federal. 因为石油的密度悬，较歹铺伫咧水面上，污染物冲上岸才会被发现，所以无法度预测污染物敢会继续出现。环保团体是批评巴西当局无及时采取行动，造成大规模的污染。有9万名居民自发性来摒扫，目前已经摒出超过600栋的油污。阁有海洋学家表示，油污若是呛上岸，应该要赶紧摒掉，若无会对潮汐运动来回大海，对海洋的环境、生物和人类的健康造成的伤害，有可能达到10冬遐尼久。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观众朋友，这2日啊，因为东北风的影响，各地头早暗有较凉冷，中南部日夜的温度晴差较济。今日台湾各地头虽然拢是济云好天，不过东部、东南部地区，各有过到南部的山区，加减拢有低阵的阵雨。明仔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方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4度到29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5度到31度。台南、高雄、屏东26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24度到29度。澎湖、金门、马祖22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